咁啊，所以我諗都會再觀察多一日。如果下禮拜一翻到嚟都係唔得咧，咁我諗我會大幅地去收窄我嘅部位，同埋都會觀望為主。好啊，好咁啊，即係都係醫藥方面嘅一個股份，咁啊呢個係咪做撈底嘅動作咧？因為佢都升咗一排，譬如睇翻即係嗱信達生物啦，今日都有5.5%嘅一個跌幅，88.95嘅呢一個位置收市啊。咁其實今日醫藥股都全線一片。哇！你唔係咁啊？屌你有冇搞 Q 咗？轉緊油都可以咁樣轉走出嚟嘅，開始有啲黐出線嘅真係呢條友真係。哇！好彩你醒目啫，我完全未知發生咩事。你會留意邊隻或者邊一類型嘅股份為主啦？唔可以咁樣揸車㗎。你轉緊油啊嘛，突然間轉咗，你乜黐線嘅你話啦？佢話下一個路口咯。